你去老外通报一场，讲你家爷爷一得中备，对嘞。众将军，你呀，nhà火送神了。哦，用办公啊？孔明先生电台拜将，高从点兵，满洋将士全部到齐，是连封锁啊也不敢耽误。你也敢错过点毛时辰？军师军令森严，恐将娘的性命也难保了啊！有这样事情哦，子良，平常时俺对你也不错，等一下也老俺天数一下哈。你放心，若是军师爱将你战术，你呀只看爱哦，看你哦，看爱这错嘞。好，但我敬你呀。马上，哎，军师爱你，拜门已进。啊，有王爱拜门已进哦，真麻烦呢。看人来得喂。哎呀，罢了，看来。参见军师。众将军，你何其人也？王头貌不真天梯哟，淡淡不见袖中归。官民藐视昆山人。
将军，你向爱做嘛该啊？哟，你唔系讲孔明先生爱吃爱，你就向我看你啊！哎了后，我本你做孩子嘞，你用办不出场啊！我爱讲嘛该？哎，老先生透报啊，有伤爱呀！爱啊，怎么按太的面子啊？哎，先生也唔会谈爱嘅。给你们向我看你就好啊！闲话，我很看爱看家己人，因为你啊，要是死了后，就看爱唔到咯。呀呸！哎呦，讨厌呐！讨厌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好嘞，好嘞，莫搁紧喊。太狗啊！你那唔救我哦？你会死哦？哈？你还用慢讲啊？有，当初的那条在桃园结派啊，讲嘛该兄弟不能同你生，要爱同你死啊！啊了后俾你做孩子嘞，你唔救我哦？你会死哦？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哼，我要本欠死呀！我你嘛咱讲，你也拜阿哥救你，下一拜那个老军师做对头，我唔会参与。好啦好啦，啊开拜唔敢嘞啦。哼，先生，此番高从点兵，目的要打退曹兵。张飞误了盲皮，理所就要斩首，也不过看在我刘备份上，突然给你一份情啊！由他一次骗我逃跑，发工作来，忙游出战，神战太将，所以就败结掉啊！希望先生开恩开恩啊！这么，既然主公开口，我就要记了拜呀。哦啊，多谢先生。三弟啊，含吉吉，去到先生说车。好。多谢军师不战之恩啊！哼，那唔系信也，军情紧急，怎会用兵之时？那么切莫有人性命，奇才一旁。嘿，八公大屁，神气呀！嘿。众将过来！这番操兵，乃是有撇而来。十万太兵马，非同小可。你当志气不宜力战，不猛破前天生派，主公唐令。在。明日带领500兵马，准备流亡。早朝一级火种，埋伏拆了博蒙坡之后，等操兵那多，即刻兵火不得有我。两面带马来。元堂的菜，明日带领1000兵马，以夏侯惇交战，千万记得，只
只准你派，不准你升，将夏侯惇引进北孟婆，不得有我。两人带马来。关平刘凤堂里，在每年2年，跟随关将军埋伏在义山，给南边起火，便可出战，前后结果。两令带马。嘿嘿，哎，兄子按多年哦，俺不是堂哥，黑人只准拜不准生啊，嘿个就是你的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满阳将士已经调遣出马来插起将台。家们，有先生啊，还有爱总飞没派到呢，你还派几头人马不爱，还做掉一马街啊？你呀，连一讲下一个故意寡母就怕唔好，还会做乜嘅大事吗？先生啊，非是爱总飞夸口，只有你下一期将领不爱，还必定上作嘅夏侯惇转来。哦，你有此才能上擒朝阳太将夏侯惇转来吗？哎呦，好看爱按摩点好冇？唔系爱夸口诶，小小嘅夏侯惇，爱岂有不用在眼内啊？还不用一兵一卒，单人脱马就能数到擒来。应爱看来嘛，你足技唔多。哟，那天爱做得到，你要用板呢？你那做嘅多技么？我军事用不你做，好请讲。总将军，那系你种多技，你又爱用板呐？对，我那些这么多夏侯惇，我给挑出倒下来，存等你本你藏。卷无戏言，不然你我下下生死卷林冲。嘿，那只草包唔系下几只事哈，由你退下啦。好，派我下来。总将军，请看。拍子下武士，其实俺又唔是佢，终究啦，俺唔是可能啦。好，总将军堂里。啊，这美女单人同马，上天嘅夏侯惇不得有我。马来。哎，不对，先生啊，俺俩条人把你派出去相持，请问孔明先生，你爱做乜计呢？我
拜马。当年后阳所采，拜下酒宴，探琴采创，敬酒快乐啊！是酒诶，真爱懂我耶，我来个水笔啊！小心个人头帮我做对个错。哎，马来呀！建将军，猜明日太拜酒宴，准备以中将庆功。马前可是哈后盾，真是不遂，本都督下后盾，不然无名之辈，拍炮受将，不命送来。你家爷爷嵩山秋之良，困秋。杀！
哎，二招，來來，嘿嘿，对。
了。贤弟，太前面的瓦杆所在，前面乃是一山。认真。哇！太哥，你为何发烧？我手机牛皮啊，唔係用瓦嘅軍事啊，俺唔會用兵啊。如果係我就猜兩位埋伏人馬士多，你問死無傷啊！哼哼。马前受将，不免苏死。一个呀，观音是大人头。啊！迄关将军，走啊！一时的太医，中到碰猛步嘅火攻，又中到关将军嘅埋伏，10万兵还有几多啊？太公，10万太兵
只剩下250名啊！ 10万军，单存250名啊！哎呀！太公，好汉不思眼前亏，来看前面有条小路，俺哋先去逃命，转来去见了曹丞相，再作逃离吧。也只好如此。众将官，前面2条路脱身吧。孟伟，太公做乜解？你要太家要进来，请你全部按我嘅命，我娘嘅命，我係楚阳嘅太将，死唔得。信唔得。來，你老艾兩三個戰袍來對我，太公，安尼唔好吧，太公。險而滿手，哇唔好。他头海带立马数次弹动就崩查面前那个下后盾定位将击上听那嘿嘿，我想哦，牛皮军师小看我总比你啊，碰碰破去铁拳，挨动手，其草片拿出火攻。以上因为你个把数，一定会对2条小路逃走，我不能惊动了佢。嘿嘿，看前面有座小桥，不如在了橋下埋伏，等待佢下橋屯到來，便能了。
其实是无名小卒，一听唔起啊！听起了咋？哎，你老外等一下，我问你，你是骂人啊？那还有，我对呢。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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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他梦何前君未尝，多谢曹兵小义龙，终身出彩呀！不要唱嘿，你个军事筹备呀，莫救虫啊！孔明先生，派谁啊？请你下将台。诶，廖法用办公呢？下桥队已经被我庆祝嘞，你看。哦，害我看来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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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你想嘛解啊？庄将军，此人唔系夏侯惇，系嗰个老太夏侯南。乱讲！你分明就是下桥队，没有侦查啊！给夏侯惇当年在战场左眼披剑受伤，所以左眼有剑伤界，正系夏侯惇。啊！哎呸！你又唔是佢，有冇啲佢作业有奸商呢？人乃唔相信，可以去某一个异国。关将军当年曾在朝阳数年，一天失记夏侯惇呢。好，我来去问我呢个，你听我来，嘿。先生啊，三体总会心情如虎，请先生你。主公，此事是我老庄将军之间的事情，佢也要下下军临床，请主公过目见将军。喺我看來，啊，哈，哈，哈哈哈哈哈！
原来如此，就交把欣赏你咯。嗯，天人救命啊！你俩给下后男，为嘛个干么下后盾嘛？你真是过分了！呸！你哦，你坏心眼了呀！嘿嘿，你给作业先讲一下。要怎么干？先将你给作业背出来，保存一下下后盾。等下怎么你啊？慢！救命啊！来人呐，将他带下。哎，志良啊，你怎么改啊？孔明先生很你精聪啊！好好，哎，你拜黑吼，算命嘅先生，我要下班的啦，用办公啊，冇命的啦。干夹正业吧。好了。嘿嘿，先生啊，按你个讲，下后盾正经作业有见松。先生啊，你好厉害，你好聪明啊！张将军，你可还记得我2年你爬嘅拳练冲么？我记得啦，我那係冇做到下後盾，我嘅跳嘛，就用板，就存等嚟本你錯啊！哈哈，我要等你好錯了，兩人將他壓下。哎，大哥啊，大哥啊！好嘞，男子汉太冲夫，我敢做敢担当啊！大哥，哎，你阿爸係哦，木竹皮瓜手指啊！哎，你用办讲啊？係可以掩蓋嘅啊！我係輕呼機嘅，拜託大哥，讓佢攞嚟拖波一下啦！哎，太哥有人讲过，救你100，就冇第200呀！你啊，你命啊！哎，大哥，大哥啊，大哥啊！哪一副啊？嘅保命符，保命符。哦，讨厌呐，讨厌！好嘞，莫过黑咩啦？我就是老你讲，先生阴阳八卦算得准，做的你就会失败呀。所以你拜托先生下个拳练错。而唔要按人嘅跳哪啦？好，唔愛我嘅跳，係愛物雞呀！而按你兩公婆陪伊去釣魚啊！哈，真勁嘅哦，真正係發神仙。哎呀，神仙呐！先生，我嘅神仙呐！哎，係忙事，怎麼係我神仙哦？我兩公婆真經係慶福你咧。係啊，從今以後，我唔會老你做對頭，我馬街就談人嘅法。哦，真勁㗎！真勁嘅！啊！